讯通到飞，大家来上飞。大家好，我是亲讲的客家甜心朱慧群。你去跟他讲就唔会坏 C 哦。啊，不是啊，这是每个人都给我的封号啊。哦。对啊。好，按用来吃我介绍一下。吃我。吃我介绍一下咩？大家好，我是懂缘投嘅客家小王子吴用斌。你自己讲都会心虚，对不对？你但我没有哎，唔会呢。我去跟他讲哦，就怪怪。一些。哎呀。对，真的不能，就是猜一下。我有痴心，系冇？我有痴心。对。所以是你没有自信。没啦，我就讲就矮油啦。哦，你做乜弄？今日分析做乜咯？冇啦，就頭先吼啲小腿，談到一隻笑話，談到一隻故事啦。你要講給我們聽嗎？我讓你分享好冇？是好的還是不好的？先講。你如果好的再講，嘿，冇包。我讓你講，有自崇嘅人吼就談嘅事，冇自崇嘅人就談唔識。那你這樣罵很多人呢？冇啊，還蠻講呢。真的嗎？你談唔識啊？你還沒講哦，按用來講哦，那個故事哈，係一隻有一次在路邊，哦，路邊有四個人呐在賣東西，四個人賣東西，四個冇窮樣嘅人賣東西咩？好，係啊，啊鐵咧就係賣個塑嘅勺子，哦，盛湯的，塑嘅，還有 TVB 哈就會賣筆。哦，原子筆的筆，原子筆嘅筆，好賣筆，啊 T3V 就賣乾咩？哦，橘子乾咩？賣乾咩啊？啊 TCV 哈就會賣棉花。哦，棉花。棉花。哦，種屁股的棉花係咪？啊，因為吼，嗰條路吼就冇乜間銀行過去啊。好，啊，咁冇那有生意�no。係咩？就生意就冇好咩？啊，記得吼就依序這樣子把它這樣子大，就是要叫賣嘛，會很賣嘛。哎呀。跟來買哦，跟來買哦，那就依序這樣子念下去。對，哦，啲就熟嘅嘛哈，熟嘅 BB， 乾嘅綿，他們是哈。我承認我沒有自信。好啦，該在評審欣賞啦，一開始講嘅就不答不起咧。亂講。哎呦，熟嘅。各位辦欣賞，廖秋玲老師，金鐘獎 DJ。齊澤偉先生、傅慶潘先生、楊新彤老師。啊，三位先生，我稱讚對喎，麻煩三位先生哦。接下來看你嘅第一組嘅表演。哎呦，參賽者表演體由評審判分數，三位評審每個人各有50點呢，每10點呢代表獎金100萬元，係講得到滿分50點，就做得到獎金2000元咯。如果
送风流干嘛莫啊，跳热了痛哦，穷养了蛤蟆吹呀，山湾了。送上鼓励，叶泰国，你好，哎，两位主持人你好，你好，你好，泰國。哦，一個打扮吼，係啊摸足係咗做嘅嗬。應該裝牛啊，當然啊，阿公侬累唔切咯，嚇。牛咧，俺牛啊都啊，半個孔雀老小天老師給你指題的啦，一隻牛係咩？幾多啊？給你指題的，等下你就拿獎金，就做得買一條。好，買兩條班啊，你來300就做得買一條。哦，300就買一條啊。冇按講嘅，某個時間咧係啲上牛嘅，錯冇？哦，而就係買係啲香酥嘅，好好唱歌嘅，好好表演嘅。嗱，今日上學，本來係上牛嘅好強嘅嘛，忙啲嗬。唔記得唔係太女主持，嘉賓主持。係啦，係啦。阿爸你好失禮哦。其實按樣雜經做出事你嘛？按你樣子，樣講。我都沙輪嘅樣出熟。阿公龍沙都係。合緊呀！因為我頭日第一條歌就輪刷輪戰嘛。哎呀，啲啥？啊，有限時間創半檔好嘛？係啊係啊，唔係去邊級啊創。有沒有按燈一下跟你吵水咋啦？好自然哦，對不對？秋玲老師，請。葉先生唱嘅咧係梁焕波老師嘅佳作品吼，頭半年吼，冇乜個消遣啦吼，也按酷。嗰時候呢，你睇嘛，死推冇窮樣唱了條歌，感覺就有一點相對的那個比較就有點不太，好像因為頭半年他酷啊，仲有。冇唱啲嘛，按快啦，唱散歌。細細就壯牛嘅呀。嗰時頭擺唱散歌，你嘛冇買腔樣唱嘛。啊，唔過今日表現當好，因為佢笑容滿面嘅壯牛嗬，講緊牛咩阿媽愛咯。快樂就好。先生冇幫佢一直訂咯。我係唔唱江南見咗乜嘅啦，我激激啦，阿牛哥，佢復蘇嘅啦。老師請給分。天空那流水有阿摩呀。幫你服務可以嗎？可以。你要什麼調？老師請給分。來。來要買牛哎哦！哎呀，周老師，好啦，做得得到滿分啦。先生啱啱上車。係啊，10做唔得，15做得。泰國係啦，喺度300要買一條牌嘅。唔怕。女度擺到我有見。係啦，唔講，以前去買拖鞋，唔係選擇呢度。冇拖鞋合作。嘿咩？係錯鞋啊！而家唔少船行出去幫我訂到嘅話，會嗰隻係人哋錯鞋，大家都着錯鞋啊！好，打電話嚟報名啊！好啦，阿勇夾嚟看下一組嘅表演啊！南北見咩？就當棍，馬輪長下一吐絲，羊兒兔子腳上有腳鞋，強氣靜脈看來有彈氣，三三壞命全落肚呀，全落肚。
来去向前同乐飞，来去向前同乐飞。你跟大家问好一下。大家好。啊，大家好，唔乜嘅名啊？按個水呢？阮都乜嘅名啊？仲唔得趕緊講哦？冇按用啦，而家足強嘅。用到激言。激言啊！激言啊！那都老太家激言係咪？係哦，求激言嗬。係。妹妹。哦，好，那問妹妹好了。妹妹，來。妹妹，按都乜嘅名？哎冇聽到你哦。哎呦，真快睇你，有乜嘢摸呀嚇？哎，乜嘢摸呀？好啦，激言激語。激言激語哦。嘿。哦，安尼好。嘿。從頭以後呢，一陣很可愛耶，我很喜歡看小孩子這樣表演呢。我在想，我的小孩如果哈，在兩三年之後，應該把他帶出來表演。對，那主持人的小孩的費用有比較高嗎？製作單位有錢啊。哦，那我就放心了。好。好啦，健康公平。哦，條下嗌啲幾片錯吼，看表演，啊有一隻評審現場吼，就按用，應該係嘛？唔係你，係咪你？哎呦，出演矮啦哦，這個這位老師結緣結語，你們好。剛剛這位老師有沒有跟你們說要幹嘛？笑嘻嘻，你看笑起來多可愛，好漂亮哦！笑到都忘記我的名字了。對呀，你們會說客語嗎？一點點嗎？一點點。可是你剛剛講得很好哎。係呀，很棒。從頭以後啊，講到尾以後。係呀，妹妹呢？你都沒有自我介紹，我要聽你自我介紹。預備，開始。大家好，我是。大家好。乃黑小婕妤。掌聲鼓勵鼓勵。終於開口，你終於記起來你的名字了。我啲啲位啊，一種動到天使機頭前，你爸爸媽媽講，佢本身嘅內啲就向前同落飛，唔但將本機就練習動到練習學法，練習膽量，哈，我覺得要多說，創造那個環境，對，要活潑。對，那回到這個表演呢，我覺得兩個人表演得非常非常的棒。那個結語，你是不是都學姐姐教你的，對不對？我覺得你們兩個，你剛剛有偷看他是不是？我覺得他們兩個都好棒，而且我覺得姐姐啊，就是姐姐的樣子，她把妹妹教得很好，而且妹妹的節奏感很好，然後兩個人配合起來，你知道嗎？他們兩個年紀要能夠說，要能夠唱，還要有動作，還要記剛剛要拿的段落，我覺得這是一件非常不簡單的事情。我覺得你們表演得很棒，很棒。所以你會給到滿分嗎？哦，我覺得啊，我覺得你們兩個要給我們。剛剛這位老師說的笑眯眯要多一點，我就會給你滿分。我看看，尤其是結語哦，你如果笑得越大力，這位老師就給你滿分哦，好不好？要看得出嗎？笑得越大力還是越大聲？越大力越大聲都好。好，預備開始，笑就有錢，要給分數了。這位老師好不好笑？老師請給分。笑。哎呀，哦，是5分滿分。對，重點拿出來。哎，在笑哦，不能那個哦，錢會被收回去。裡面有多少錢嗎？誰知道？姐姐知道嗎？2000。對，那1人1000，好不好？哦，好，他一轉張過來哈，下一次再來，好不好？好不好？好，再來拿紅包，好不好 ？OK。好，啊，要記得笑哦。笑哦。好。啊，你想到哲維老師就很好笑，對不對？啊，就記得這位老師每次告訴你們上台都要什麼笑眯咪，好不好？嘿呀，好，那我們就用笑眯咪的來看下一組的表演。
神蒙太嘎。重赏鼓励，可心，可爱的可心，你好，你好，哎，问好，一个先不用下来好吗？可以吗？哪里？好，好，他帮你服务，可以吗？可以。你要什么调？好啦，卖滚！不要这样子，他会不会紧张？不会。哎呦，这是你第几次表演？第一次。踢100哦。踢100不会讲哦。哎呦，这种小孩真的是很稀有哎。你玩多嘛该名？陈可辛。陈可辛，你会讲汉吗？不会。不会啊。不会啊。哦，好，没关系。欣彤老师，踢100。上台表演，本大家按到觀眾朋友係按電視機嘅朋友，竟然講唔會緊張。哇，真嘅冇簡單。他未來可能要吃這行飯的哈。哦，學這個大概可以哈，差唔多大概4個月，對不對？對，好，很厲害哦，哈。我有感覺到哦，編彈很輕鬆。那其實老師本身也是教樂器，後來是搞二胡愛弦的。剛剛覺得他很厲害的是。我學這麼久，20幾年還不會邊拉邊唱。哦，你很厲害耶，可以邊唱還邊彈，哦，還合得起來，真的很厲害，很棒。老師的意思是說，你比他還厲害。對，他不會自拉自唱，但是你會自彈自唱，你贏了。對，你贏了。好，好，那最後給一點點小小的建議哈，那就是說，因為我們唱歌需要說，我們彈樂器，那你要氣要發得足夠。那我們彈樂器的時候，我們的姿態要稍微做正一點，那個氣才發得上去。這樣子，給你小小建議，但已經很棒嘍。是，謝謝老師。對，好，加油，好不好？那我們來看分數，看有沒有辦法拿獎金。好，老師來，請給分哦。來，47、15分，滿分。來，獎金！你真的很忙哎，要拿烏克麗麗，要拿這個。你看到我拿來天數一下。不要啦，那等下把我弄壞了。對，恭喜你哦！得到滿分呢，2000塊。很開心，很開心的。那2000塊你要幹嘛？存起來，買更大把的，還是更多種不一樣的顏色的烏克麗麗？更多不同的顏色。然後把家裡佈置的烏克麗麗，全部都是烏克麗麗控，好不好？好。好啦，哎呦，真的很歡迎你來到我們的鄉親同樂會。哎呀，來天司機前面觀眾朋友你看到冇？按4年嚟攏講來參加報名嘅，然後夾拿燈嚟都卡天發還有書記來報名哈。冇唔錯，今晡日要感謝3位評審先生，什麼先生？嘅表演者以及天司機推薦嘅觀眾朋友。鄉親同樂會，大家來相會，下次見。要來報名啊！